Clawbot、Molebot、OpenClaw、阿里嘅 CodePaw、微信嘅 WorkBuddy，對而家智譜嘅 AutoClaw 玩到第6版嘅龍蝦啦，同大家分享一下。跟住呢，佢就會叫你下載呢個 Mac 版，咁我呢就係呢個 Mac 版嘅，不過我已經下載咗噶啦。微信數碼就可以入去噶啦。琴晚呢就首先接入咗呢個微信，咁為咗確定佢係聽得到我聲音嘅指示呢，我就同佢留咗呢句話。咁佢就話俾我聽，其實佢收唔到語音嘅，佢只係睇微信轉出嚟嘅文字。所以後來呢，我就試咗2樣嘢，一樣呢就係用手機上面嘅語音轉文字輸入，另外就係直接喺微信嗰度輸入語音。咁我發覺微信嗰個語音轉文字係比手機嘅語音轉文字係更加聰明一啲嘅。嗱，其中一個訓練我俾佢嘅呢，就係話，我琴日同你講話每日報天氣，你唔記得咗做，要佢以後記得補翻。咁佢又話佢記得有呢一回事。咁佢呢一回事係喺邊度記錄嘅呢？就喺呢一個 Cron Jobs 嗰度啦。Hong Kong weather 7 AM。跟住我叫佢幫我睇睇香港最近1個小時發生咗啲咩新聞，有啲咩特別新聞。咁佢就幫我出咗呢個豪宅印花稅，我估計呢啲係舊聞嚟㗎啦。跟住我問佢呢，點樣先可以俾人哋知道我個課程？佢話有3個方法。第一個呢，就係做一個有趣嘅小工具測試，俾人哋去分享老齡測試。第二個呢，就係社交媒體帶流量。第3個呢，就係優化搜索引擎，嗌佢幫手做一個老齡挑戰嘅 game。咁佢就同我核實，你係咪話要一啲中醫食療同埋運動嘅對策？喺設計呢個 game 嘅時候，我先叫佢做一個規劃同埋呢個邏輯檢查。老齡挑戰嘅 game 呢個就適合做大健康用嘅，攞嚟引流。同佢傾咗幾次，用咗唔同嘅模型。呢一個用 GLM5 Turbo 嘅，重重複複改咗幾十次，得出嚟嘅結果還可以啦。就好似叫啲學生交作業咁，開頭俾翻嚟嘅呢，大概係70分，嗌佢再改再改再改，可以改到90幾分啦。但係100分呢，似乎就係超出佢嘅能力。大概用咗30-40蚊度啦，最後嗰個成效還可以啦。第一段記憶力挑戰。跟住我就嗌佢點樣將呢一個 game 呢係擺上去我哋而家嗰個網站嗰度。咁佢俾咗3個方案，叫佢幫我揾一揾我嗰個課程。咁佢真係揾到出嚟啊！我嗌佢將我網課嘅網址做一個有助於 SEO 嘅優化。咁佢呢就將佢擺咗喺 Workspace 嗰度啦。呢度呢就係我發覺要注意嘅，因為呢佢個 Workspace 呢係響呢一個點 OpenClaw AutoClaw 嗰度。佢有個好處呢，可以直接改完之後發翻去你個手機嗰度嘅。因為我揾唔到佢嗰個檔案啊，咁我就問佢係咩回事，佢就話呢 Mac 呢預設唔顯示嘅，要去 Finder。跟住我就問佢呢一個隱藏嘅文件夾可唔可以唔隱藏啊？佢話呢個係 OpenClaw 嘅核心目錄。於是呢，佢呢就建議我將呢個 Workspace 呢拖到 Finder 裏邊。呢個就係 AutoClaw 大概嘅使用情況。
如果大家對於龍蝦響大健康嘅應用有興趣嘅話呢，請你關注我。